暑假去贵州安顺黄果树瀑布看山水，别忘了看这一座山。在贵州安顺有一支苗族，因为头顶山尖形状的发饰，被俗称为尖尖苗。他们自称嘎梦蒙斗，源于蚩尤九黎，属西部方言苗族。因为衣服上的蓝靛花纹，也有着青苗的他称。这支苗族主要分布在安顺、旧州、紫云等地，在广西、云南和国外越南也有分布。他们的衣服以青、红、黑为主色调，蜡染刺绣，雕龙画虎，穿花刺鱼，做工非常精细。百褶裙层层叠叠的刺绣里藏着5000年的迁徙史，也寓意百依百顺。刺绣颜色有红、白、蓝3种，其中蓝色象征长江、黄河和洞庭湖，每次收纳起来像不像一个包裹的花束？男士服饰则简单许多，蓝靛长衫打底，裹黑头部，戴一个银项圈，粗犷而不失气派。不过去看他们之前，最好先练就一身好眼力和好酒量。比如女性头饰，未婚的是前低后高的双尖头，已婚的是竹筐打底蝴蝶形单尖头，要看小姐姐的可认准了哦。每到节日，远方的客人到来，讲究鱼贯而入。少女会用牛角杯给每一个贵客敬上蓝门酒，第一位龙头和最后一位龙尾都要多喝一点。这种酒还有个独特的名字——咣当酒。喝的时候没有感觉，过了一会儿，酒量不好的人就会咣当一声栽倒在地。当然，这也是最苗乡的幽默。你喝不下那么多酒可以洒，但千万不要用手扶，扶了就要被罚喝光满一杯牛角酒。美酒下肚后，就可以尽情享受山水间的苗乡歌舞、摔跤运动。幸运的人还能看到媳妇儿回娘家坐鸡公车的秀恩爱习俗。一支芦笙曲，一首苗山歌，空旷的山野间悠然飘荡，似乎在讲述着这个古老民族荡气回肠的故事。